那么我拍一下就好啊，我就把它关起来了。还是用写的。没有，就是我拍后面那个字我就要关掉。要做记录的。对，就这样。你都遥控？有。你比较高。遥控手高。各位老师大家好啊！好。那非常的高兴啊，邀请到我们神山社区长老啊，还有神山教会的名誉长老，还有好几任的前任的都是秘书啊，跟我有印象。我长大，其实我有印象，乡公所的时候，他跟阿妈就已经是不知道做了多久的秘书啊。所以虽然好像我讲说他是陆海文化的活字典哦，我会觉得哎呀，我会起鸡皮疙瘩，但是我应该也不得不讲啊。那今天非常高兴他能够来啊，好几次要跟他接洽，他也是都是大忙人哈。我到他家，他在滑手机啊，我说我都还没有买那个滑的手机然后我看到他的行事历有一个小黑板，我说这个难怪啊，这个阿嬷真的是不得了啊，那真的是我们因为是第一次嘛那不希望给大家上一些比较深的怕那个其中会打瞌睡了所以可能他上是按照他那当然是那都是卢凯族的文化那我们现在就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何伟豪长老。校长各位老师，我站在这个地方不晓得要讲什么话。老师讲要讲一个我们地方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的生命很多项很多方面，我也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来可以。而且我想各位在我台乡或多或少对我们的风山喜气的这样的文化的其他的文化比例多少有一些印象所以我今天不知道要讲些什么。不过我既然来了，我要讲一些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的、还不知道的、还没听过的一个事情。这个也不是什么文化，这是一个习俗而已。不知道这个习俗跟文化有什么不一样？外面的人对我雾台乡的印象就是，在过去来讲，我在幸运或者在台湾的运动会在残局的方面，就是雾台乡就是强项，外面看我的像是这样的看法。所以我是想，你有这样一个机会。到我们雾台乡过去那些善于藏宝的那些怎么样锻炼自己，这可以吧？可以吧？还没有讲这9位先自我介绍，我是这个母校的第1届的毕业生，也是个母校的日本时代的末代教育所毕业生，也是光复之后的第1届的毕业生，是这样的。有2、3次不是你在篮球场有讲来请你讲话。我们各位知道，我们雾台乡的这个环境都非常不适合人生存尤其是走路，你一出门就是上上下下，没有一个平整的路。既有这样的环境这个走路都很辛苦，因为这是我们卢凯族人的人生嘛。每一个工作、每一个活动的项目都是竞赛的项目，比方说打猎或者是
报信啊，到外面去报信啊，或者是在业外发生什么事故要去救难啊，这些都是那个男生的一个竞赛的一个项目，得到了胜利的就是他要去的一个投射的一个荣誉。既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啊，个个都是每一个男生都是，想尽办法来锻炼自己的一个体能。所以老人家，在那个时候啊，研究一个，可以锻炼的一个方法，就是要每一个人要禁食，禁食就是要不吃饭，不喝水。卢开话叫玩赖习，就是这样，玩赖习。我这样说你玩赖习，你有参加过？我有当老师过，在这边3天都不吃饭。这个玩赖习这个就是一个男生呢，大概是青少年开始就要开始实施这个玩赖习这个禁食，不喝水，不会吃很多的东西，不会吃那个有水分的东西，不会吃油的、盐的，像阿麦也都不可以吃，其他我都不可以吃啊，什么肉都不可以吃，蔬菜都不可以吃。他能吃到什么东西？就是靠的地瓜，靠这个地瓜或者是没有水分的那个鱼食这个食物来吃这个东西。那么开始玩那些的时候呢，有两个必须要用的东西。每一个男生差不多青少年开始有一个叫腰带嘛，那个腰带是什么？是我们有这里自己做的一个布料，那个驻马用的制作的一个布料做的腰带，那个腰带差不多是大概要比这个塞一点点。每一个男生青少年开始都要那个带子上束在这个布。所以要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塞子可以顺体，可以顺体。可是你不能吃太多，太多你跑不动。这个是开始的时候是用这个布带，这个腰带。那个腰带是开始晋升的时候是，尤其是青少年开始就要用这个。这个腰带不仅仅是在近视的这个生活里面要用到，可是在很多生活上都要用到。比方说，一个男生，你跟人家去那个过那个河流必须要用这个带子把一个按或者是你遇到一个山难，你要救人，或者是要背那个东西，或者是你要攀在一个沿海，这个都会使用，对别人对自己都有用处。所以这个青少年开始，这个腰带这个布做的这个腰带对一个青少年开始的这个男人，每天都随时都要这个束在这个布里面，不管是你在睡觉也好，或者在休息当中，或者说做什么工作，或者是做什么，不能解开。还有一个就是玩在一起的第二个要用的东西就是离塞洗。这个离塞洗就是木头做的一个木片，差不多大概是6、7公分的那个宽度，5、6、7公分的宽度，那个把那个木条切的薄的，然后这个要开始这个玩来洗的时候，玩来洗就是浸湿嘛。开始玩来洗的时候呢，当这个你正在饿肚子的时候你爸爸或者是跟你亲戚那个长辈，要把它固定，不能够松紧，就是固定就是那样。所以
你吃的时候不能够吃的太多，因为你这个在做这个手这个动作受不了。其实说很多人这个因为贪吃不小心就吃得多就受不了，肚子都受不了把它自己把它摘开了。这个对这样的一个动作，在我们的主任当中是非常很格式的一个行为。这是这个要禁食的必须要遵守的这样。那个要禁食禁食的这个禁食有个个人式，也有个团体式。那个个人式就是他自己要锻炼自己，不过一个共同的一个遵守的一个守则就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你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就是绝对不会喝水，不可以喝水。可是，要这个不可以喝水，可是我们对现在来讲是，没有个医生叫我们就是一天不能少2.7cc才能活过来过去我们这个老人家不可以喝水呢，像巴老师可能有一段时间不喝水了，因为不喝水。也不是那么好的东西，不是好的。这个团体的要有一个联合的一队，是一个队。这个是他们这个是这个团体式的是人数不限制多少个没有关系，2个人、3个人50几个人没有关系。那么这些队伍呢，就是在部落里面，你要到那个野外。到野外去，到一个树木很多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这个领队就是要管理那些人，所以这些人就是家里的人送来一个东西，吃的东西，他后来不可以自己吃不可以独享一定要叫领队，有领队的同辈，大家共享是这样。这个你在团体里面也不能够随便离开，一定要经过这个领队的征询才可以离开。如果说非离开不可，家里有事情一定要回去的话，这个领队尤其这个还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去，算是跟你规定协作。另外呢就是怕你这个偷偷我们吃什么东西他要给你监督这样一个这个你参加这个团体的这个往来行，也不是在那个地方睡觉在那里休息，不是，每天要工作，手工作要砍木材，每一个人都要砍木材，不能休息。砍木材做什么呢？砍木材，然后把它锅搬起来，然后要堆积在那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么差不多的时候呢，把一些木材呢送到家里去，送给家里面。有一些呢是送给你朋友的家里，送到你朋友的家里，是这样，所以不能休息。团体里面不能休息。这个时间大概他们讲是这个时间要最少要1年，团体。个人的呢是越久越好，他说越久越有成效，所以有一些人就是一直到他的完生，到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实现他的那个进食的这样的活动，生活很辛苦，他不吃肉不吃阿麦不吃其他肉这样可以。可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训练锻炼，在我们那个这么不好的一个生活环境，他在那里生存。胖的人走路不行，只有参加这个往来的这些人才能够适应。再说我们这个地方的工作地点像我们这个深山雾台，地方在那个夏末的那个上面差不多10几公里呢。而且一说的时候，不是下坡就是上坡嘛，上坡下坡就是我们这个是这样。这个没有经过往来型的人真的是很吃力。可是参加往来型的这些人
不会喘气呢。再怎么重的东西，它照样都会背。而且再走远的路，他跑或者是走，很轻松啊。讲到这一点哦，我们看到那个非洲的那个长包金剑，就瘦瘦的，跟我们人开始是一样的。所以医生讲是一定要喝2G/cc以上的水。我想这个是对我们卢开始跟非洲的是都可以的。我想，因为这个我来写，对我们不太，不知道那个其他的那个部落有没有实行比较，这个我住的那边台湾省那里有没有我们不晓得，没有，所以你们参保不行。这个是我们一个过去培养这个参保进店的执行。老人家所定的一个锻炼的一个规则。当然，这样的一个修炼锻炼在现在的科学的生理科学来讲是谈不上什么科学的逻辑。可是事实上，参加过这个我们起的执行老人家，尤其是我们山上现在有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他将近90岁的时候呢，他还能够一整天在工作，你不会累啊，还可以骑摩托车，还可以这个跑，还可以跑呢。像我们这个年纪人跑不过呢，他不会喘气，因为他只是真正参加过这个往来起这个生活这个体验，他才有这样的一个体力。如果像我们这个没有参加过这个近视的这些人，男生都是体力。所以我想，我在这里把我们这个时候过去我们老人家所定的这个往来喜来锻炼这个年纪的长保的这个人才这样的一个条件，不妨各位不妨试试啊，说不定你也在这里试试这样能够。这样往来一起的时候，你回去就是你在县里面每一次运动都是第一名。我想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是随便聊聊嘛，晓得，这不是上课，是聊聊。我想就放在我想我讲到的这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是吧？你讲塑料讲，又站着，不知道。好吧，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因为我刚好看到你的那个头饰，这个，对，我就想到那个结婚这样，我自己的太太也是卢凯族。然后我们在座刚好也有那个老师，他的女朋友也是陆凯的哦。有没有什么？我就是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也是碰到一些问题，有没有我们要娶陆凯族的女孩子哦，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跟我们自己在排湾族的部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想知道那个婚礼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重点。其实这个排湾族的卢凯族的对婚姻习俗是大致相同。一开始都是什么相同？我处理过好几件，也是差不多跟我们的卢凯族的习俗是一样。就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卢凯族是男生排湾族是女生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到那个女孩家里一定要带什么花，跟我们卢凯族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那个花，就是有特别制作的3个或者是2个另外那个一般的那个草所做的那些什么花圈，都一定要带。跟我们卢凯族不是，要等到结婚那一天才有这样的。其他的避免就是一样，都是差不多的。差不多。你们要问清楚呢。做。那个现代的部分就我来处理。可是头目跟那宾语就不一样了。
头目是很啰嗦的，不知道你们有几个头目在这里？我们有几个很啰嗦的这个头目。什么？不是。长老，那我问一下，那个从那个步骤啦，比如说我听到的是说，如果男生要追求卢凯族的女生，然后一直到结婚，这个婚礼的那个步骤是怎么样的一个步骤？这个，比如说从交往然后到结婚的。你还没结婚吗？还没有，快了，真的。可是你正在进行中啊，这个。进行中 ，ing， 干嘛还要问我呢？就是很怕做错。对。其实，跟我们的卢开始也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开始的时候，这个男女交往的这个，那么交往这个两个人这个同意成为登记要结婚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就是，男方呢一定要到民方去，就是拜访。那个拜访的母语怎么？我帮他搬来。我们叫一束。这个我帮他不是一次两次，没关系，一次也可以。然后呢，第二个步骤就是那个去接近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要去试探，也是问问对方，这个你们这个公主、那个小姐有没有对象，就是这个东西，接近啊那边。然后这个时候呢，女方就要表达自己的那个意见，是如果是这个女孩子已经有其他的男朋友的话，那就老实的告诉我们男方，就是很抱歉了，他已经有对象，我们要对账。如果说这个女方说是没有对象的话，他们也要表明啊，说是可以接受这个男方这个求婚的时候呢，那就是男方开始准备要去求婚。这个时间，当男方去求婚的时候呢，这个女方这个排湾族来讲是以女方先提出这个男方所应该提出来的，是有说带有什么条件、有什么目的，都要女方来提出来。跟我们罗开族不一样，罗开族是由男方提出来给女方做参考、做讨论，可是在排湾族是由女方提出来给男方做参考，是这样。所以我最近处理一个大头目，然后女方是大头目。这是太武乡的那个联合的那个女孩子，太武乡。联合的女孩。嫁到乡上去。那个比例太多，吓死人。可是因为这个男方去的时候，那个女方早有协调，他们亲戚当中所封锁的这个规则，等于说他们家族这个法律把它写出来，一条手都打得出来。然后严伟先生他就把这个你们注意看看这个详细看看，如果是你们愿意，你们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你们过来，没有办法你可以再来，是这样。可是我们那个高温病的那个爸爸妈妈他很积极，没关系啦。这个只要是我这个孩子喜欢的，不管什么条件我们就接受，就这样，所以我们就接受。哇，那个是破历史的，他们这个像这个在以致，我都是那个我的那个瓮啊，哇，太多，麦老师也知道。通常那个调解委员都会讨教打架，都会讨论这样。那个应该不叫调解委员，那个调解委员是有纷争的时候才可以，在有纠纷的时候才可以处理调解这些调解委员。我们西瓜上就是那个处理这个婚姻那些老人家说调解也调解，不是的，这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男女双方的代言人。应该是联络兵嘛，对不对？应该是代言人，而不是调解员。调解是有纷争才可以
大家个调酒都是调酒，因为我们习惯上调酒不是。所以我常站在那个上面讲，说有时候说这介绍人，我坦白讲啊，我不是介绍人啊，我不是这个两个人，我是现场的一个这个联邦的这个代言人，在我们的代言人，我们说这样的表演，不是很奇怪，说是介绍人这边介绍人讲话的自己，你根本不了解这个男女双方不了解，还当什么介绍人？这个应该要更正。特别要注意什么呢？因为他比较在乎这个，有没有什么你是特别要第一不能够次吗？你是第一次不能够必须拜访吗？不能够这个出错的地方。因为这个女人哦，她有个社会的经济，这个很重要，社会的地位。你因着社会她这个积极，她这个地位，你要适合她的那个地位，要记住一个地级地，或者地级地。比方说头发的话，少不了那个羽毛，这个羽毛还有分几级，它是1等的、2等、2等、3等，这个分。你要看看那个小姐的那个名分怎么样，那个瓮也是一样，那个瓮，这个家族是要2个还是3个还是几个还有1个？是这样，不是都是一样，不是。不是我在问，我已经取到了呢。因为有一个我觉得从以前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刚刚那个叫槟榔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不是都会我们都会带那个那个对，它都要用得很漂亮，弄得如果歪的我们那个会被我们的代言人嘛，像那干嘛蓝美雄就有人就帮我做，他就生气。这是耳朵是不是？那个槟榔。对，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我就不知道，我就是台湾所很重视的。他的意思是说，当你在拔下来的时候，要很完整，要很完整，表示你很这个重视这个女生的一个。我们不开始是没有所以这不是不是台湾族。哦，因为那所以你们没有扫地机在里。有啊，我们也还是有扫地机的。还是有在扫地机。可是这个没有重视那个耳朵。我们是要重视耳朵，还要给它装饰，还要装饰。所以那个卢凯族是没有在看那个。这个听说是说那个确定啊，比如说第一步拜访嘛，第2步询问意愿，然后双方都答应，然后下一步就是求婚，然后定那个婚期的日子。对。那这样子，男方是准备聘礼嘛？女方有没有准备什么回礼还是什么？回礼。不要回礼吗？有吗？有这个动作吗？没有。这个求婚的时候，就是到女方家里，把男方所带的肉啊、什么槟榔啊、金华什么东西带过去。当然你会要请客有些地方就是男女都要到，可能都要订单。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也有那个传统式的，订婚也有一个传统式的，也有现代式的。现代式的是用那个锡笔，锡笔，我把那个地方这样子就是。可是有的传统是有的是要锡笔，有的是一定要有那个地方做的比较硬，它也什么东西。可是现在我们强调，为了大家的那个环境和大家经济的能力，考虑到。如果说是你要采用现代化的，那有些什么西北这个是做比较那雾台有大概雾台部落、神山部落、阿里、吉路跟那个嘉木5个，有没有？这5个部落的那个习俗都是一样的吗？在部里面，都是一样的。都
是一样的。向前看，向前看齐。有什么问题吗？是一个问向题，前看。如果说男女双方在可能之前交往，然后他们双方的家长都知道，那因为他可能之后那个另外，比如说男生另外跟别的女生结婚，他有没有什么仪式？我记得好像是会去男方会去女方那边道歉吗？有这样的什么仪式，就是男方会到那个之前有婚约的女生去那个道歉，那叫回礼吗？好像有听过这样的，不晓得是不是。两个人没有成对，没有成婚，然后另外一个就跟别的人结婚，那他可能就要去做那个规定。规定。当然，这个很重视礼貌的这个家长可能会在你这样反对，这是游戏调皮的家属。就是看那个家里叫什么？那个有没有什么名称？就是他的那个，比如说这个仪式啊，这个形容有没有俗语的名称？有一种习俗是这样哦，这个在我们路开走的那个女孩子，我看都男朋友了，说不定有7、8个、19个、甚至10几个男朋友。当这个女朋友要结婚，喜欢跟一个对象要结婚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她要一个男朋友的家到一个男朋友的家里去告别。如果有10几个男朋友的话，他每一个一定要到10几个男朋友的家里去，要哭啊，哭背啊，我要结婚了，对不起啊。那叫什么？对象不是你。那种去哭的那个叫怎么讲呢？假巴达豆。哦，第一个叫巴达豆这样子。台湾族叫什么？男生。我们没有那样。对。他们那个有限制说，一定要假设我有去他们家拜访过的，我才算她的男朋友吗？还是说2个人就互相喜欢而已？有没有条件限制？这个你没有去过那个女方的家里，他怎么说是你？哦，原来是。我是听过说，那个比如说男生的家人会偷偷的放那个东西，比如说地瓜或者是饮料或者是礼物或者是米，偷偷放在那个他们喜欢的女生家门口，然后也不讲就走这样子，然后女方就会跟亲朋好友分享那个食物这样子，但是不知道是谁送的。这个我没接受。有没有听过这样子？我就听过这样的。我只知道的是，我们在追求一个女朋友的时候，因为她那个男朋友很多，所以我们男生所带的那些什么花什么东西啊，晚上也去到那个女方家里的时候，说大伯我在哪里？然后采访我们去，到早饭的时候，我们来说一看，哦，我不知道谁送的。对，不知道是谁送的。然后女方如果有真正有，比如说刚才拜访完医院，答应跟那个其中一个男生有交往吗？那个叫什么来往吗？还是交往？然后女方就要跟其他的人宣布说，哦，我们的女孩子有人定下来了，你们不要再送礼物了，这样子。没有，还是可以送。他们都知道，每个人这么小地方啊，也不是男朋友在美国在日本，不是这样，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他知道啊。只要这个每一举一动小事情，大家都了解，一个邻居的人会告诉他你，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知道。啊，就不会再送礼物这样子。如果那个女方都没有表态啊，继续送啊，就继续收这样子啊，不用愁菜钱。表态的话，可能
不用不用带那个追求太轻的木材了，家里木材。有人从台北送过来。只要他知道这个，他有一个结婚的对象的时候，这个一般的男生就不会再去了，不会去不会去了。我知道马老师有没有这样子？哦，是带什么去啊？你不是说你去带一头吗？让他带一带，带螃蟹。只是送一头，那我岳母就迫不及待我去宣布啊，就讲说，哦，这个岳母也真的是很有心机啊。我只是送一头而已啊。大家高照片要是巴老师已经这个卢凯组的那个女孩子，男朋友越多就是荣誉。还是越多人喜欢。而且这个女孩子一再的结婚，然后离婚再结婚，又离婚再结婚，她那个花一整荣誉。这样啊，所以他那个一整叠上去是。对呀。哦，原来因为怎么有人带那么多层？好奇他那个一结金兰的不是也会有也到这边。是哦，原来是这样的。那个女孩子不怕离婚呢。如果现在离婚了，我只换再结婚再多一个。一姐，你有想问阿妈那个吗？一结金兰吗？那个怎么讲？结拜吗？结拜。那个结拜就是有一个那个黄有士，一个人另外士，黄有士，一个另外士。所以黄有士的是这个同一个女孩子，你的女孩子或者女孩子可以变成一个异界恋，在一起。那如果说是那个恋爱式的，就是你的女孩是女生了，我还是男生。我这个做男生的时候，很羡慕你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说是由我来主动向你这个。让那个女孩子带你朵花。都是真的，不是电视。我们一结金兰要带哪些物品？带哪些东西？那个结婚的一样。哦，跟结婚的一样，也要看对方的阶级。马拉拉嘛，拉罗马的那个东西就是。我跟你说那个我的女儿跟那个赵家在赵艳芬的女儿是哇很好很好，哎，他们是叫什么来结拜来，我们大兄那俺的属于那个那些那个给赵艳芬呐，哎呀，我稍稍的给他那个什么，他们是头目，我们是平的，啊，我们赵艳芬的女儿又跟我回答说，没关系，我们都不，我们都可以，还要想，诶，你头目，你一结金兰的时候，那么结拜的呐，你你阶级不一样嘛，是不是又不在理？是不是？当然跟结婚一样，是不是更重？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女儿讲说，我没有那个财力啊，跟这个头目一起结拜啊。那这个结拜的时候呢，这个。那个对方要回礼，那个回礼也是相当的慎重，有的不回礼，像对方是比较高级的头目，他可以不回礼。如果是这个头目都是可以回礼的。结拜之后，是只有这两个人的关系是结拜关系吗？还是连带他们的家人？也都是称兄道弟，都是一家人这样，还是只有这两个人？等于是一家人。等于就两家就变成一家人。所以有事情婚丧喜庆都是一同参与的。那可以通婚吗？可以啊。还是可以通婚？可以通婚，一起。就更亲了，亲上加亲。因为我们商务台
很多不一样。从我懂事的时候，我们上舞台都要改善风俗，像上舞台是哪样？哎，我一直很羡慕这个大舞的一直有，哎，我一直把它解释的比较不好啊，因为给我的感觉是政治上的强人，因为给我的感觉也搞得那在选举的人就是那个很热那种。那跟阿里哦，那时候我知道有一个成年的不，好像到18岁要送头目那个猪脖子那个又是什么鬼？那个因为舞台我没有看过啦，所谓的成年礼女生到几岁的时候，要给头目的那个猪脖子，那蛮贵。跟佩戴版的不一样吗？我帮大家了。哦，帮大家来了。是要那个花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是那时候他们跟我讲国语嘛，他们跟我讲，你在做什么？你这个在成年礼啊，有这种成年礼吗？还要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成年礼，我们不开始没有这个成年礼。只要你是15岁开始，15就是成年，青少年开始就是成年。没有这个特别的那个意思，没有特别的那个举行那个仪式，像我说是一件事情，我们开始。我看白王子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可能有。我要依这个观光客，现在很多部分就是过去所没有的东西也是有。猪脖子那个卢凯族的女孩子结婚的时候杀猪的时候也是送头目这个地方。我们台湾只是把猪脖子切下来送给他们家的头目，移民会送给他们家。这个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有，不管是移民或是那个头目，都是要有这个东西。我的头目比较多了。心脏啊、肾脏啊什么，还有这个热头啊什么，有什么头啊，还有什么头，全部都是头。还有一个比较，现在我们好像也是很少用，这个女孩子嫁出去，嫁到你家里去啊，我们这个女孩子的所有的亲戚马都开始，我都是过去还没有请的时候，什么大家拿一些什么小米什么东西送到那个女方那个嫁到那个女方，不是这个男方，这个女方把这个东西送到那个婆家了，表示说这个女孩子是我们的亲戚。请你好好关照是这样吗？大概我们要结婚的第2天一定要到女方去带一些东西。有时候是这个单天都可以了。我觉得是很少，一定要讲的。这个女孩子再到你这个地方，她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孩子，都会关照。让这个女孩子受到尊重。比如说，我嫁到卢凯了哈，那我是有同性身份的，那我的孩子的姓是可以姓我们这个家庭，还是要姓我先生他们？这个我们这边的命名制度。一定要尊重这个比我们这个高一级的这个家庭。像我那个老婆，我要看观音啊，她比我高一级，所以我们小孩就是一定有他们的秘密，有的秘密。所以我的孩子可以，我们家
可以啊。因为我们是这样啊，我们的名字是回去我娘家，请我们那个家里就是长辈帮我来取。所以我是不晓得是这边是不是也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这个人，我们生了一个孩子，都可以有2个名字、3个名字、4个名字都有关系。一般都是1个2个。一个就是我们南方的那个名字，一个是你们的名字，太换了。有时候是挂2个女方的那个名字，比方说这个女孩子名字的，女孩子那个基础比较高一些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这个女孩子女方的这个意见。我们男孩子都是站正台，比较低的那个，比较下面的体制是。所以郭老师也是2个名字吗？对对，都是2个。对，都是2个。我现在是好几个名字嘛。对啊，我像我台湾长就1个名字，可是我真的有看到罗卡几乎都是2个名字。女孩子2个。像我那个媳妇，像我那个媳妇就，她有2个名字，有个戴3个，2个都通用，都可以，都知道。看那个你比较喜欢用的，像我喜欢用我家的，像我那个小礼拜时间叫30万嘛，我要纪念我的改母啊奶奶呀，可是我妈妈他们这个长辈比较喜欢那个比较高级的名字啊，可是我不喜欢。我们这里有所谓的高级名字，这个圣级的名字，像我这个名字都是比较低级的，人家都不敢用的。像我家里的那个孩子，就是一个是女方命名的，一个是我家命名的，所以我这个孙子都有2个名字。现在很多名字，像我来讲，我这个母语的名字2个啊，一个叫王奥体，一个叫阿周多斯。不是，我们没有感觉，你这个是这样的。然后这是日本时代的名字，然后现在的名字4个。我们如开所有，可能白王水也是一样，可能有4种份名字的。还有一个名字是特殊的名字，就是在临解的地方呢，那个有火的地方，你不能自己用那个这个现在的名字叫，一定要一个很特殊的名字才能东西。因为你可能那个地方也有的名字在那边，所以我们用这个名字不叫，用另外一个名字他们听不懂。那个有火的地方。有鬼的地方知道吗？我们这个到处都有。我们家也有。我在那个地方碰到随便我眼睛都摸躲的，对。不可能随便大声讲。就是每个部落都有一些比较禁忌的地方，然后到那个地方你要叫一个特别另外一个名字，就不能叫到你的本名，不能叫到你的本名，不能叫本名，要取一个代名来，在那些地方称代名。有很多问题，是不好意思一直问，对我的问题。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应该是五代乡第1个老师。刚刚光复的时候，我在乡包收2个，要到台东建设科去读书，那你才去建设科。包收2个。我呢是，到了县政府就报道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承办就是安徽，是安徽县的爸爸，他就问我的年龄，问我的那个学历，
我说教育所毕业啊，说12岁啊，大米，就这么一句话，他听了这一句话，那个马上这个回首，大米，那个程度很低啊，赶不上这样。我们没有话讲啊，因为他是过去来讲就是这个大官就是熟人呢，他等于说他开了就是回去意思。我们要回来，这是另外一个他程度比较高，他以前在那个高雄州那一个工友，所以他这个程度上就比较高他去，他回来当一个老师。第一个我在家的老师就是他，我们不久他死掉了。我如果说我那个时候你就到16岁回来当老师。就这样，我就没有读书了。那国小毕业就是高龄班，到高龄班。不过好在我到屏东中学当工友的时候，有一个老师的外甥，他特别照顾，叫我去考警察学校。我说我看那个招生简章要初中以上，修理学历。然后在社会上工作满3年，成绩有点40几级成绩，我看了，我给老师讲不行，我说这国小毕业，他就问我有没有照片啊，我说有，很照片。到一个下午的时候，做那个补习班里面那个记忆证书，给我的照片盖个章，把我自己。不然我会有机会的。离婚的时候，那当时候的聘礼要退回去。不过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平民之间、国母之间，他们互相有分法。那个我们南湾所送的这个聘礼金。都要退回来。没有生孩子的时候，如果有生孩子不能退，你是流产也不能退，就是变成都是离婚了。但是你没有生孩子离婚一定要全部退回来。只有一项是什么呢？叫母语叫撒基莱山，撒基莱山摸你的身体的那个不能退。不过现在不是，现在这个如果是头目是女方是头目啊，男方是这个平民，还没有离婚了，这个头目不可以给你，不公平，不可以给你。有些地方是有对一部分一点点，可像我改下家木啊，我改深山都不退，全部都是你们的。所以我担心我那个男孩子啊。那个在小湾对那个，他这不算孩子啊。万一有离婚的时候呢，我看那个轻易的那个头目也会推给我。因为我有听到这个，就是那个男方要求啊，是小娟啊，不请的，他们那边好像叫他们退了，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制度。还有一个我们。卢开组的这边，关山组也是一样。南方是头目，不是，南方是头目，女方是这个平民。平民多少呢？只有2个，一个是刀，一个是大脖子，也不给你跳舞，在现场，在这个离婚这样给你跳舞，不给你呼叫，哇，没有这样，不给你跳，过去也不给你开枪。现在不给你开枪，可是如果是这个男方是这个平民，女方是头目，哇，要的东西特别的多，太多说不完，要求的太多，这个不公平。而且，尤其这个阶级制度，
在我们现在来讲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是个很多动的一个文化。头痛啊，头痛的问题。刚刚我讲了嘛，一个头目的男孩子去我们的比米的女孩子2个就好了，2个就好了，一个刀，一把大锅子，什么都其他什么都不要，要把我的女孩子嫁到那边去。可是如果是我是男方是比米，头目是女方，哇，他要消耗很多东西，才能把这个东西。阿妈那时候那个赖振宇老师结婚也是你处理的吗？我处理。可是他好像没有这样子，他的太太他们好像也有。他那是同一个阶级。所以很简单的。同一个阶级是比较简单的。像我们那边呢，如果说我女生是平民，我嫁的对方是贵族头目，平民的人要送东西过去。在头目来讲这么在台湾所来讲你要带一个瓮啊，带一个瓮嫁出去。我们卢凯说像你这个那个罗密虽然他的先生是落罪到我这里，可是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好像带了很多东西啊，到那个男方家里，才能够把那个一个警察许斌，他是马家的大头目，马家的大头目啊，对，他要入赘到我们这个山上来，然后在比米家里。所以说我们这个女方到那个头目家里去，还要送一大堆的东西才能够入赘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是这样，它不公平。还有一些地方你要入赘，大概有60万是跑不掉。你要给那个女方60万名声，寄到那个女方家里。我谈那个地方清楚。谈吧，闲的啦，不谈。可是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我们这个鲁改这个男方要入赘到了女方家里去，那个要带的东西很少，因为这个男孩子要到女方家里去帮忙的。带一把刀，当然少不了，但是工具的，带一把刀就好。那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哈，不好意思，你快点经典。我有听过以前干妈蓝美雄，他有讲过一个问题。蓝美雄。对，他说以前结婚的时候，台湾族的男生就是要娶一个女生的时候，我还要先在他们家工作个1、2年之后，才可以把他的女儿带出来这样子。他们也是同阶级，都是平民这样子。就是说我要先在女方家工作1、2年之后，才可以把他们的娶出来。卢凯族有这样子。对啊，就太阳族。因为那个兰屿那个地方也是这样的，不是男方到那个女方家里去，是女方到那个男方家里去睡觉，在那里工作。兰屿不是，兰屿这个男女交往的时候，还没结婚之前，那个女孩子到那个男方家里去过夜，在那里工作。然后看看那个双方的那个老家，看看差不多可以结婚的时候，然后那个女孩子回家，然后开始结婚。可以结婚的意思是说，他满意就结婚，不满意就不结啊。说看他会不会煮饭啊，是要看这些。可是那个女孩子到男方家里睡觉，那个女孩子到那个男方家里睡觉，或是跟那个男生一起睡觉。不知道，所以你是要把是不是？对。我是听过太阳族比较是太阳吃才能够。好，谢谢，赶快超过8个时间。哦，那
要么下次哦，因为我们这个是很想听很多啊，因为我因为有时候我会翻译的时候，其实有那个国语哦，我没办法用那个最传神的那个语词啊，所以像这个叔叔这样哦，我认为是最好的。不是叔叔，我是你的舅舅。对，我以为翻错，念错了。好嘛，就是那个，所以我认为哦，下次还要多请你来，因为我们学校在做一个文化的一个在教学吧，那因为山下的老师可能下学期才要开始嘛，那我们是先呢，我们就开始做了，那所以我们需要充实我们的知识啊，关于这些方面，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像我这个不带那么对那个地方的文化不带那么深入，这些人讲不出来，我给你带了什么很容易给他打。也不是讲那，你讲在那些事。我只能讲一些故事啊，地方的故事啊，地方的严格啊，我只能讲。因为你们当过很多嘛，知道说只有这种，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刚刚我讲的那个什么浸湿啊，我那些这个是在你们在你们课程上面这样的。难怪我们以前在体育馆看到那些跑马拉松，为什么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原著一定要绑绳子呢？哎，不用绑的，原来是这个典故。我是听过以前那个台湾主要绑绳，然后蹲下来吃饭，就是不让你很舒服的吃。对啊，我这里也蹲下来吃饭。蹲下来吃，就可以坐下来。我的就会很苗条，尤其是男生。对，我们那边女孩子会蹲下来吃。海牛蹲下来吃。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连趴着睡觉都马拉松还中途还喝水，我们都可说是不喝水的，会很重，然后最落后。可是我每次我在读书的时候，所以我以前常常讲说，每次给我们的老师们在教我们，我小的时候，其实都是违反那个像那个我小不能做重量训练啊，对不对？那个像那个喝水，这是补充那个，是以前的人就说不能喝水，不能碰水，不能游泳，跑步的不能游泳，所以跑步的都是旱鸭子。你又铁了3项。铁了3项。好了，那非常谢谢我们谢谢你呢，下次还要再来了。郭赖老师哦，一直讲说，他都讲校长他们难得他要来问我都没有参加，所以他因为那个非要研习，因为他是训练组长，所以他说要问很多，他要问你那个他的阶级到哪里。下次还要再来。好的，谢谢。只要我那个。上课时休息的时间，我们就让你那个上课。你们帮我清啊！我们就是带杯子过来啊，多少个杯子？外面是你的，里面是每个人的。我就随便一样啊，到底哪一首？我这个也是。我今天要老师跟他刚主任跟我说。对，你们就不用上去那个，然后就送学生看。那我今天就。所以我们直接出生了。这样摆掉了，小朋友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怎么。好。你洗呀。你剪很急哦。因为我们那个不是教育评鉴那里一定要有，一定要有一些时数，他都会算比例，他都会算。对啊，你就一年达到多少小时？不要像我都没有问清楚，就做很多事情。是谁上啊？你吗？是啊，阿长啊。阿雅吗？对啊，阿雅。感谢，谢谢。
我录音可以吗？我问一下。巴老师，莱尼努那个杜海校，他的孙女在追求，因为我们都这样来了。现在已经拜访了我基本所以带的就是你的时代，照顾，对，我们带老人家，就是老人家也会帮我照顾，然后双方有同意啊，然后接下来是要暑假，或者是贪念迷信，可以。求婚的时候，是不是求婚那一天就要订结婚的日期？对，所以如果你们谈整的话，可以。可以考虑就是对。那我们求婚的时候，男生这边要准备，那为什么才到？就是完整的东西。这个有些地方都不一样。那你是不是因为像这样的公司，红印花的还是？没关系，这个我在，然后没关系，你先写，这个我在补一下。就是两个人要分享。在那边在。如果说这个你要追求或者是这个，然后再写带一个可以一起的庆祝一下，上面就是说有些东西，那就一些先生告诉你。刚才不是说男生提供那个定金给女生参考吗？没有这个。这个对啊，就是这样。是这样的，我们家是男生。所以我们一般的做就是那个求婚之前考上那个公务员那个东那个，所以他跟我都是莱尼努的女婿啊，所以以后你们莱尼努要打球的时候，我们两个，一个当老师，一个当，是我主理的啊，是我主理的，过年的时候是我那个。恐怕过没有多久哦。哦，这样。莱尼努的我们可以跑，再加一个400公尺，再加800阶。集中啊，集中也是莱尼努的。那这样子，我们单拉他对就。你讲到他就太厉害了。通常的不能缺少的，哪些是不能缺少的？要去求婚哦，那个就是，所以求婚就是，还不是，求婚，所以求婚就是要到拿问这个，要再去问他们，是不是？已经答应，已经知道了，人家都知道的。已经答应了，那是求婚的时候，那个就是。然后要带那个要带那个阿拜肉啊，你是同意？平的是平米，我们两边都是平，都是对，都是同等。少不了这个肉啊，还有阿拜啊、酒啊、槟榔啊、饮料啊这些啊。那个肉是指猪哦，猪有那个部位吗？比如说猪这个求婚的，求婚是有些地方只有给那个是一半的那个肉啊，一片啊，完一半有的地方是一定要带脚啊，那个上这个上肢啊，肩膀上前肢啊。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个上面那个部位到底是做什么。我们那个地方的话，我不需要那么讲究那个肉就好了。就是按照那个地方的习俗。那我是那个提莫罗部落，提莫。你山地村的。对，山地村的，那个是莱尼姆的，所以要按照莱尼姆那边的习俗。对，我们那里的那边长老。好，谢谢。我该叫你。你是山地村的。对，山地村。我这山地村的那个贵家是跟我们熟。归家吗？归乡长吗？啊，归乡长。哦，哇，原来你们是很有。好了，谢谢你啊。辛苦你了，这个这样的这个拉拉撒撒的，有没有什么中心？没有，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嘛。反正下一次还有。
不好意思，在中午的时候还要让你那么辛苦。好了，好了，拜拜。那边有电梯，刚刚我带你说。电梯啊，对，有电梯啊，对对。